总统新的任期就要展开，要做新的布局，所以我向总统提出总辞。总统特别当面在的希望我继续领导行政团队，为国家服务。各位同仁，第15任总统、副总统以及第10届立法委员选举已经在前天顺利完成。蔡总统获得人民高度的肯定，顺利连任。国会所代表的新民意也已经产生，新的国会。基于对总统及国会新的届期、新民意的尊重，今天早上我和总统见面，我跟总统恭喜，并且当面向总统报告，基于宪政精神以及总统新的任期就要展开，要做新的布局，所以我向总统提出总辞。但总统当面非常恳切的，也非常诚意的，他非常感谢我和大家在过去这1年的时间为国家服务，做出有感的成绩。他能够赢得人民的支持，他非常的肯定，也非常的感谢。同时，我也今天也请大家召集大家来，也是要转达总统对大家表示肯定、感谢的意思。那总统特别当面在的希望我继续领导行政团队，为国家服务，所以他希望我继续能够努力，做出更多的成绩，福国利民。那至于宪政程序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走来完成，总统也都完全希望能够很顺的让行政能够稳定的持续前进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走这个宪政程序。那今天我特别召集大家前来，就是要完成相关总辞的程序，要来照这个宪政程序来走，所以临时也请大家，看到大家能够立刻积极前来，也特别感谢。那今天我们要完成这个程序，然后要送请总统检核，所以我们来办这个手续，谢谢大家。